大家好，我係小龍哥。太陽眼鏡咧，唔係話單單係扮靚嘅，其實佢仲係你保護眼鏡嘅面妙武器。佢可以幫你阻擋呢個紫外線，保護你嘅晶狀體。仲有咧，如果係帶有偏光設計嘅鏡片咧，佢係嗰個戶外，如果你係揸車啊、釣魚啊、海邊啊、嗰啲長反光大嘅地方咧，戴偏光眼鏡，清晰度仲好。你睇下啊，嗰個地面係有嗰個反光點，反光點就係呢邊啦啊！如果你係唔偏光嘅，嗰個反光點都係地面啦。如果戴呢個偏光嘅，呢個反光點就冇晒啦。個咧就係測試你有冇偏光嘅都 OK 啊，眼鏡咧係冇偏光嘅，就係咁樣啦。呢一個係有偏光嘅，仲可以更好嘅降低紫外線嘅傷害，即係 UV-48嘅防護。第一副UV-48嘅嗰個太陽眼鏡咧，真係好必要。而家有大量嘅品牌現貨到店，快啲嚟小龍哥呢度試下啦！我嘅 T 太眼鏡咧，已經為港人服務咗25年啦，記得點讚評論關注我哋，多謝大家。